根据美联社的调查报道，中国当局在东德决赛强化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计划生育措施，同时又在暗中鼓励汉族人生育。美联社的调查报道基于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统计数据以及曾被关押维吾尔人及其家属的访谈记录。据调查，当局定期要求维吾尔人育龄女性接受体检，检查其是否怀孕，还强制进行节育、绝育措施，甚至曾对数以万计的女性进行过人工流产。报道指出，中国整体的节育环使用量、绝育手术数量近年来都在降低，但是这两个数字在东德决赛却在迅速增长。美联社还发现，东德决赛的计划生育与集中营互相配合，生育过多子女是导致被关入再教育营的主要原因之一。超生家庭的父母要么缴纳高额罚款，要么就被拘留。哈萨克族人古里纳尔·奥米尔扎克对美联社表示，他在生育了第3个孩子后，被当局要求接受植入节育环手术。2年后，政府人员来到他家，递给他一张约2万元人民币的高额罚单，指控其生育了超过2名孩子，如果不交纳罚款，就也会像她丈夫一样被拘押去在教育营。处于持平状态的他，后来四处举债，缴纳了罚款，随后逃离去了哈萨克斯坦。另一名曾被关押的基亚乌东称，他不断被施打药剂，直至停经，每遭官员审问都被踢打下腹，以致他已经无法再生育。一些专家指出，这是在通过人口政策进行变相的种族灭绝。美国宣布将对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后，中国谴责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国推进香港国安法，并宣布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决定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参议员通过涉港消极议案，恶意诋毁香港国安法，称美国此举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发表声明指，针对被认为损害香港高度自治及香港人权、基本自由的现任及前任中国共产党官员，美国将对他们及其家人实施签证限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中国出现的武汉病毒爆发6个月之时，病例达到1000万，有50万人死亡。他表示，我们所有人都想结束这一切，都想继续我们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是疫情远未结束。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实际上正在加速。他警告说，最糟糕的局面还未到来，全世界必须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对抗这危险的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周一的视频会议上说，随着各国开始开放经济，流行速度和病例数量有所增加。伊朗对美国总统和其他35人签发逮捕令，原因是今年早些时候，一名伊朗高级将领被杀。伊朗已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捕涉嫌参与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穆西·苏莱曼尼的36名美国官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3日，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阿富汗一集市遭火箭弹袭击，造成23名平民失去生命。赫勒曼德省政府声明，先是库赫尼巴扎区遭4名火箭弹袭击，之后一辆载有炸弹的汽车冲入人群，引发爆炸。据初步统计，23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还有15名平民受伤。声明称，这是由塔利班组织实施的袭击，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袭击负责。赫勒曼德省桑金县多数地区处在塔利班组织的控制之下。